食一飯咧，突然間聽到噓一聲，抌低筷子就即刻走出去。哎呀！真係冧山泥，睇啲山泥仲衝緊落嚟，將啲鐵皮屋冚咗，一路推到落馬路邊，將啲車推到去太子區嗰個屋腳，真係睇見啲情景，擘大口得嘅。土力工程處一向致力令香港嘅斜坡達至最高嘅安全標準。香港山多平地少，加上季節性嘅大降雨量，令香港特別容易受山泥傾瀉威脅，而造成人命傷亡。翻到去呢條街咧已經係晒泥扮啦，的士車唔到門口。我自己翻到去咧，間睡房咧已經堆滿晒泥嘅，到張床咁高噶，仲有一個大石咧湧咗入嚟咧，就拎唔翻出嚟。隔離嗰度咧，成間屋唔見咗，只係咧得翻一片草地啊，驚得幾緊要噶。除咗人造斜坡，天然山坡亦都會有山泥傾瀉嘅風險。隨住城市嘅發展，會有越嚟越多建築物靠近天然山坡興建，加上天然山坡發生山泥傾瀉本身係一個自然嘅現象，所以風險永遠會喺度，唔會等於零。土力工程處自1977年成立以嚟，推行防止山泥傾瀉計劃，集中處理唔合標準嘅人造斜坡，成效顯著。喺2010年，我哋開展一個全新嘅長遠防治山泥傾瀉計劃，主要針對係過往有崩塌跡象，而有靠近民居或者係主要交通網絡嘅山坡進行緩減工程。由於天然山坡嘅範圍比人造斜坡大得多，如果要進行大規模嘅鞏固工程，費用會十分高昂，同時亦都會破壞自然環境。所以土力工程處就採取風險緩減措施，利用具國際水平嘅科技，為天然山坡進行風險評估，再按知危而行嘅原則，率先為高風險嘅天然山坡進行緩減工程。我哋緩減工程目的唔係要減少山泥傾瀉發生嘅數量或者大細，而係要當事故發生嘅時候，盡量阻擋山泥，保障市民嘅生命，將影響減到最低。土力工程處經風險評估之後，會喺特定位置興建緩減工程，例如混凝土泥石壩或者柔性防護鋼網。由於天然山坡嘅複雜性同埋現今技術嘅限制，所以我哋嘅緩減工程未必能夠完全阻擋由暴雨引發嘅山泥傾瀉。市民必須提高警覺，當暴雨或者山泥傾瀉警報生效嘅時候，遠離山坡。我哋嘅人口咧係會不斷咁上升啦，山泥傾瀉嘅工程可以完成咧，係可以保障到我哋嘅生命財產安全。土力工程處嘅緩減措施以環保原則進行，並利用園景設計同大規模嘅綠化工作，為恢復天然山坡嘅原貌而努力。香港係有好多自然嘅山坡嘅，透過我哋嘅社區嘅種植日啦，透過多啲嘅綠化工作，能夠將我哋嘅工程建設咧，亦都增加嗰個美化同埋綠化。見到呢個泥石壩咧，就覺得政府都做咗唔少嘢去保障我哋市民嘅安全啦。展望未來，氣候變化有可能引致更多極端天氣同埋暴雨，隨時引發更多大規模嘅山泥傾瀉事故。土力工程處會繼續努力提升斜坡安全，締造綠化嘅環境，以切合公眾對有更美好生活環境嘅期望。